检调侦办这罢免连署无老实的案件，国民党台中市东部区东部顶北所在，今早起拢去虹桥，甲这东部集团含涉案人员的10多人带走。台中地检署强调，袂去设立场，无分党派拢会查。啊，若讲到这基隆市进前的民政处长张延祥涉嫌泄露个资帮助罢免，且伊阁再有2名户政事务所的主任洪玉丹交保。市议员郑文鼎在今仔日去到监察院，要检举基隆市长谢国良独不就。截至透早8点外，台中地检署兵分8路到国民党台中市东部区东部顶北所在搜查，将近2点钟，拿电脑主机也抄走内底东部集团。不管是负责东部社团活动，或者是选战护选工作，检调侦办罢免涉嫌规则文书案，传回涉嫌人甲证人10多人，9案水平。台中地检也强调，罢蓝罢绿拢会办。台中市多位立法委员罢免提议案，疑涉不法之情资，本署不预设特定立场。秉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侦办案件，尊重这个检调，尊重司法，也希望能够尽速的厘清。不可能在我的选区，这个死亡连署的比例会高成那个离谱的地步嘛？国民党台中市东部表示尊重依法办案，不过台南甲上北市东部遭到搜查，即马换到台中市东部，当初协助刘伦批评这是对在野党的对杀。赖总统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啊，他希望每一个选区。只要罢蓝的都要过关，所谓的鹰犬们就全力的照他的态度来对在野党不断的追杀。同款是不实连署案的调查，已经请示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承认利用户政系统查个资，协助罢免民进党议员找过2个户政事务所的主任遭到约谈交保。市长谢国良表示尊重甲遗憾，我们一定会道歉，也一定要道歉，在这几周内让相关单位能够把事情都调查清楚。你所谓的适当时机，是等到你的犯行，你有参与期间的犯行被发现吗？过去张渊祥处长任内有没有涉嫌其他违法行为，也没有进行调查。基隆市政府已经内机内控失灵。民进党市议员郑文鼎随即举证到监察院检举谢国良多多不周，违反行政中立，希望监察院应调查清楚规个事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